一早流出嘅相片，竟然直接撕開咗華語娛樂圈沉寂咗整整20年嘅最大謊言。當54歲嘅王菲喺街市被拍到滿面皺紋、身材走樣嘅嗰一刻，有邊個諗到遠喺加拿大嘅謝霆鋒會喺工作室崩潰咁砸爛一支價值百萬嘅吉他，甚至連夜打電話瘋狂追查前妻張柏芝嘅最新近況。呢場表面上係兩個女人容貌嘅對比，背後其實隱藏住一個更加可怕嘅真相。呢個娛樂圈嘅大瓜真係話嚟就嚟，比颱風登陸仲要突然。就在琴晚深夜，網上突然爆出一組震撼相片，直接把王菲嘅晚年形象打落神壇。你冇聽錯，就係那個曾經仙氣飄飄、冷艷孤傲嘅天后王菲。相片裏面佢著住件鬆垮垮像街市大媽嘅碎花襯衫，頭髮隨便用根橡皮筋紮住，滿臉嘅皺紋同鬆弛嘅皮膚喺路邊買菜嗰陣被狗仔找過正珠，整個人誇到簡直像被抽乾咗精氣神，同我哋記憶中那個站在舞台上光芒萬丈嘅天后簡直判若兩人。最致命嘅係嗰張臉，眼角嘅魚尾紋深到能夾死蒼蠅，法令紋像兩道溝壑刻喺臉上，皮膚暗沉發黃，完全冇咗當年啲透亮感，連身材都走樣到讓人唔敢相信呢個係曾經穿乜嘢都時髦嘅王菲。呢組相片一出來，整個網絡都瘋咗，所有人都在瞪大眼睛反覆確認呢個真係王菲，唔係某個長得像嘅街市阿姨。網友們嘅評論簡直像開咗閘嘅洪水。有人痛心疾首講歲月係把殺豬刀，連天后都冇放過。有人毒舌吐槽呢度邊度係王菲，分明係王奶奶。更有人直接講睇完相片，我青春嘅回憶徹底碎裂咗。呢場突如其來嘅形象崩塌事件，就像喺平靜嘅湖面搬下粒核彈，衝擊波瞬間橫掃整個華語娛樂圈。所有人的手機都在瘋狂響起，各大媒體編輯部連夜加班，標題一個比一個驚悚，乜嘢天后淪陷、仙氣散盡、時代嘅眼淚之類嘅詞滿天飛。熱搜榜前10個話題有7個同呢件事有關，服務器都快被擠爆咗。而就在全網都在為王菲嘅衰老震驚嘆息嗰陣，另一個女人嘅近照卻像精心設計嘅對比組一樣橫空出世，就係張柏芝。對，就係那個曾經同王菲、謝霆鋒糾纏不清嘅張柏芝。佢嘅最新相片簡直像是對住王菲嘅慘狀精準打擊。相片裏嘅佢着住緊身運動裝喺健身房揮灑汗水，馬甲線清晰可見，皮膚緊緻透亮，嗰張臉更是保養到同20幾歲嘅少女冇兩樣，笑起來眼角連一絲皺紋都揾唔到，整個人散發住活力四射嘅光芒。呢兩組相片被網友並排放在一齊對比，那視覺衝擊力簡直堪比災難片現場。一邊係滿臉滄桑嘅大媽，一邊係青春靚麗嘅少女，呢種慘烈對比讓所有人都有倒抽一口冷氣。更戲劇化嘅係，呢兩個人偏偏都同同一個男人有住剪唔斷理還亂嘅關係。謝霆鋒呢個名字一出現在呢場對比大戰裏面，整個事件嘅八卦濃度瞬間飆升到300%。網友們即刻開始翻舊賬，把當年那場轟動全國嘅三角戀重新挖出來鞭屍。乜嘢謝霆鋒當年選王菲係唔係瞎咗眼？張柏芝才係真贏家。時間證明一切之類嘅言論滿天飛，仲有人開始陰謀論，懷疑呢組相片係唔係有人故意放出來黑王菲嘅。畢竟時機找得太準了，剛好卡喺張柏芝曬完青春美照之後，呢場突如其來嘅形象對決，很快就演變成全民狂歡。各大論壇社交平台徹底淪陷，戰火由娛樂板塊蔓延到社會新聞甚至財經板塊，連帶住謝霆鋒嘅過往情史都被爬到底朝天。有人挖出謝霆鋒當年同王菲復合時講嘅那些肉麻話，乜嘢王菲係我呢輩子最愛嘅女人，我哋之間係真愛之類嘅。現在睇起來簡直像是諷刺小說嘅情節。仲有人翻出張柏芝離婚後獨自帶孩子嘅辛酸歲月，講佢才係真正嘅人生贏家，唔單止越活越年輕，事業也穩步上升。反觀王菲呢些年，除了偶爾出來唱唱歌，基本上就係半隱退狀態，看來係徹底放棄自我管理咗。呢場輿論風暴越掛越猛，連帶住王菲過往嘅那些爭議事件也被重新翻炒。佢嘅兩段婚姻，佢嘅育兒方式，佢那些特立獨行嘅言行，全都被拿出來重新審判。而張柏芝呢邊則係被捧上咗天，乜嘢獨立女性典範、逆齡女神、人生勝利組嘅標籤貼滿全身。佢那套嚴格嘅健身保養習慣被網友們奉為聖經，連代言嘅產品銷量都暴漲咗好幾倍。但呢個仲未完，真正讓呢件事升級到核爆級別嘅，係琴日早上突然流出嘅一條猛料。有知情人士透露，謝霆鋒喺睇到王菲那組慘不忍睹嘅相片後，整個人都崩潰咗。據講佢喺工作室裏面盯着手機睇咗足足10分鐘，然後猛地摔咗手中嘅吉他，對住工作人員大喊：呢個唔可能，
更勁爆嘅係呢位知情人士仲講，謝霆鋒呢幾天瘋狂打聽王菲嘅近況，甚至試圖聯絡佢身邊嘅朋友，言談間充滿咗懊悔同焦慮，那種態度簡直像是突然醒悟自己當年放棄嘅係一塊寶，揀回來嘅係一粒褪色嘅石頭。呢個消息一出來，整個娛樂圈徹底炸鍋，所有人都嗅到咗史詩級八卦嘅味道。難道謝霆鋒後悔咗？難道佢睇住前妻張柏芝青春依舊，現女友王菲卻老態不老，心裏嘅天平開始動搖咗？呢種8點檔連續劇都唔敢寫嘅劇情，竟然喺現實中上演，網友們激動到像是過年一樣，各種腦補劇情滿天飛。乜嘢謝霆鋒深夜買醉喊王菲名字，謝霆鋒求復合被張柏芝拒絕，王菲受打擊閉門不出之類嘅小作文一篇接一篇，真假難辨，但也足夠掀起新一輪嘅狂歡。呢場由一組相片引發嘅娛樂圈大地震，到現在已經完全失控咗。王菲那邊至今保持沉默，佢嘅團隊像是人間蒸發一樣，冇任何回應。呢種反常嘅安靜，反而讓人更覺得事情唔簡單。張柏芝倒是趁熱打鐵，連續發咗好幾條健身美照，每一張都像係喺無聲咁嘲笑對手嘅落拍。而謝霆鋒呢邊有記者拍到佢一身陰沉咁出現在機場，全程戴住墨鏡低頭快走，面對追問王菲近照嘅問題，直接黑臉唔理。呢種反應更坐實咗佢內心動搖嘅傳聞。現在全網都在等住睇呢場大戲嘅下一步發展。謝霆鋒會唔會真係回頭去找張柏芝？王菲會唔會從此一蹶不振？呢場牽扯咗3位巨星，橫跨20年嘅愛恨情仇，難道要喺呢樣殘酷嘅對比中迎來最終章？所有人的胃口都被吊到好高，手機熒幕都快被刷爆咗。呢場由歲月無情同人性複雜交織而成嘅現實大戲，才剛剛拉開序幕，更勁爆嘅劇情肯定還喺後頭等住呢。呢下可精彩咗。當網友還喺對比王菲同張柏芝嘅狀態，誰更慘誰更鮮嘅時候，張柏芝那邊可冇閒住，人家直接喺自己嘅社交平台上晒出咗一系列日常美照。相片裏面佢着住白色緊身小背心喺廚房做沙拉，那手臂線條緊實到同20歲少女冇兩樣，皮膚喺自然光下透亮到能反光，重點係嗰個笑容，笑得那叫一個春風得意啊！喺對全世界宣布老娘過得唔知道有幾滋養。呢組相片一出來，瞬間又衝上咗熱搜榜前3，標題一個比一個聳動。張柏芝素顏做飯，狀態驚人。離開謝霆鋒後，越活越年輕，呢個才係人生贏家該有嘅樣子。你以為呢個就完咗？唔係，呢個才剛拉開呢場大戲嘅第2幕。緊接住就有號稱係張柏芝閨蜜團內部人士嘅匿名爆料，開始喺各大論壇蔓延開來。爆料內容那叫一個細節滿滿，講張柏芝私下生活極度自律，每天清晨5點雷打唔動起床做瑜伽，食進嘴裏嘅每一口食物都要精算卡路里，為了維持身材，連最愛嘅奶茶都戒咗好幾年。而且人家現在重心全放在3個兒子同自己嘅事業上，根本唔關心乜嘢前夫唔前夫嘅。更勁爆嘅係爆料裏面仲隱晦咁提到，張柏芝身邊一直有高品質追求者，而且係那種有錢有貌仲特別專情嘅商界精英，對佢同孩子都好到不得了。但佢目前更享受單身嘅自由。呢種爆料不管是真是假，都完美契合咗現在網友想睇獨立女性綻放第2春嘅劇本，一下子就把張柏芝嘅形象由被棄嘅單親媽媽拉升到了瀟灑自信嘅辣媽女王，輿論風向變得比翻書還快。琴日還喺感慨佢唔容易，今天全網都在誇佢係人間清醒典範。而就在張柏芝呢片歲月靜好、獨自美麗嘅氛圍烘托到最高點嗰陣，另一邊事件嘅男主角謝霆鋒那邊嘅動靜可就顯得有點耐人尋味了。謝霆鋒本人倒是冇直接發聲，佢一向係那種哭到骨子裏唔屑於解釋嘅模樣。但是佢身邊嘅工作人員、佢旗下的品牌活動，甚至佢參與嘅節目，都開始出現一些異常巧合。先係某個佢代言嘅汽車品牌，突然喺新廣告文案裏面加入咗回頭才發現經典永不褪色呢種讓人浮想聯翩嘅句子。然後係佢常去嘅嗰間風味曲奇實體店，有網友偶遇謝霆鋒，發現佢情緒似乎唔太高，一個人坐在角落喝咖啡，表情被描述為若有所思，帶住幾分落寞。最讓粉絲腦補到瘋狂嘅係謝霆鋒最新一期嘅美食探訪節目裏面，佢去嘅城市剛好係張柏芝不久前帶孩子去旅遊度假嘅城市。佢喺節目裏面食嘅嗰間老字號甜品店，恰好係張柏芝當時喺社交動態裏面大力推薦過嘅嗰間百年老店。你講呢個係巧合？拜，娛樂圈邊度有咁多巧合？呢分明就係隔空喊話，係喺暗暗發送信號啊！呢下好了，謝霆鋒後悔了。謝霆鋒借節目表達思念，呢種話題標籤又開始滿天飛。更有睇頭嘅係呢段時間王菲那邊嘅反應，或者講係幾乎冇反應。
自從那組被罵顯老態嘅相片引發軒然大波後，王菲同佢嘅團隊就同人間蒸發咗一樣，冇任何澄清，冇任何新嘅相片流出，也冇任何公開活動嘅訊息。呢種極致嘅沉默喺以瘋狂內捐著稱嘅華語娛樂圈裏面，本身就係一種極其強烈嘅態度。呢個唔像佢團隊嘅作風，以往有任何負面，要麼直接硬剛，要麼巧妙化解。呢次嘅沉默只能被外界解讀為兩種可能，要麼係根本唔屑於回應呢些無聊嘅比較同批評，你哋愛點樣講點樣講，老娘就係女王，唔同你哋玩；要麼就係真的被戳中咗痛處，或者私底下有些情況導致團隊選擇低調冷處理。但憑王菲一貫天塌下來關我屁事嘅個性，前者的可能性似乎更大。可呢份沉默喺已經被炒得火熱嘅輿論場裏面，反而成咗一種劣勢，因為冇新嘅故事同素材去對抗張柏芝那邊源源不斷嘅美好生活展示。呢個就讓王菲老了、認輸了嘅印象喺部分觀眾心裏面更加坐實了。然後真正的轉折點來了。一家平時以爆料準確著稱嘅香港娛樂週刊，突然用整個封面頭條刊登咗一篇深度報道，標題直接係謝霆鋒北京密會重要的人，車內獨處2小時，神色凝重。報道裏面附上咗雖模糊但能辨認出係謝霆鋒車子嘅狗仔偷拍照，時間喺深夜，地點喺北京某高級公寓嘅地下停車場，關鍵係透過冇貼防窺幕嘅車窗，隱約能睇到車內副駕駛座上坐住一個長髮女子嘅身影，但相貌完全睇唔清。狗仔宣稱跟拍咗好幾天，謝霆鋒呢次北京行程非常低調，唔係公開工作。而呢輛車喺停車場停咗足足2小時後，謝霆鋒才獨自駕車離開。呢個消息簡直像一粒深水炸彈。呢個重要的人係誰？係王菲嗎？佢哋係唔係喺緊急協商點樣處理呢次嘅輿論危機？仲有講係喺談感情復合，或者係張柏芝？難道謝霆鋒真係回頭去找前妻求原諒？又或者是完全唔出名嘅第三者？一時間，所有八卦論壇同社交平台全炸鍋料，各種分析帖、推理帖層出不窮。謝霆鋒嘅粉絲拼命控評，講係普通朋友談工作；王菲嘅粉絲則冷笑講少來生我哋天后嘅熱度；張柏芝嘅粉絲歡呼雀躍，覺得證明咗自家姐姐早已脫離苦海，前夫嘅新聞同佢無關。呢篇報道成功把一場單純嘅狀態對比升級成了涉及舊情悔意、秘密約會的多角懸疑倫理大戲。喺呢片混亂中，另一個容易被忽略但其實至關重要嘅角色動向了，那就係謝霆鋒與王菲嘅共同好友圈。要知佢哋兩人在演藝圈深耕多年，擁有大量重量級嘅跨界好友，由音樂圈大佬到影帝影后，呢些人的態度往往能影響輿論嘅深層走向。果然冇過2天，一位地位崇高、與謝王二人都合作過嘅國寶級音樂製作人，喺一次公開講座後被記者追問對呢次風波嘅睇法，佢笑住打太極講：藝術家嘛，狀態有起有落，好正常。睇飛姐嘅心態永遠都係最好的，音樂也一樣好。霆鋒係個好專注嘅人，現在一心都在佢嘅美食同電影後置上。呢段話聽住係場面話，但細品之下卻係明顯嘅喺幫王菲同謝霆鋒降火，把焦點引回佢哋嘅事業專業領域，試圖淡化感情八卦嘅色彩。然而另一位以嘴毒著稱嘅香港時尚評論人，卻喺專欄裏面陰陽怪氣咁寫道：有些美人花期就係長，自律就係能贏得一切；有些傳奇則選擇優雅地面對自然規律，可惜旁邊嘅觀眾總愛大驚小怪。呢個幾乎係喺明着拉踩王菲，力讚張柏芝了。呢些圈內人隱晦或直白嘅站隊，讓事件嘅火藥味更加濃厚，唔再係簡單嘅網友罵戰，而是隱隱演變成不同圈子、不同立場人士嘅角力。呢場由一組相片引發嘅連鎖風暴，自此已經完全脫離咗最初嘅軌道。佢唔再係王菲對張柏芝誰更美嘅膚淺爭論，而是變成咗一個匯聚咗中年女性容貌焦慮、前任與現任嘅永對決，男性喺感情中嘅搖擺與悔悟，媒體與公眾點樣消費女性形象等多重社會議題嘅龐然大物。每一個相關方的微小動作都被置於放大鏡下過度解讀，每一句旁人的評價都可能被捐入漩渦，成為新嘅武器。張柏芝繼續着佢閃亮登場嘅積極營銷，謝霆鋒深陷秘密行動嘅疑惑，王菲則保持着佢諱莫如深嘅沉默。呢三股力量喺睇唔見嘅輿論場中激烈碰撞拉扯，真相係乜嘢已經冇咁重要了，重要嘅係觀眾睇得開心，話題持續沸騰，而所有人都嗅到了有一絲山雨欲來嘅氣息。現在呢短暫嘅平靜與混雜嘅爆料，都係喺為某個更大嘅尚未引爆嘅戲劇性場面做鋪墊。接下來誰會率先打破僵局？係一向唔按牌理出牌嘅王菲，才係被逼到牆角可能反擊嘅謝霆鋒，又或是穩坐釣魚台看似勝利喺望嘅張柏芝。呢場橫跨咗將近20年、糾纏咗2代天后嘅世紀情感連續劇，眼看就要迎來佢最不可預測、
也最高潮嘅全新章節了。王菲呢些年淡出歌壇，深居簡出嘅低調時期，而且對面張柏芝那組相片明顯係專業團隊精心拍攝嘅精修圖，光線、角度、修圖都做到極致，擺明咗就係要製造呢種慘不忍睹嘅對比效果。整個事件由單純嘅天后衰老迅速升級成一場涉及兩大女星形象戰爭，構成恩怨、時間檢驗嘅巨型修羅場。所有人都像打咗雞血一樣亢奮，鍵盤敲得噼里啪啦響，各種分析貼、對比圖、時間線梳理像病毒一樣擴散，誰還睡得着啊？呢場風暴嘅中心，那個手握兩個女人命運紐扣嘅男人謝霆鋒，佢嘅動向就更成了全網偵探們重點盯梢嘅目標了。果然冇過幾個鐘頭，就有所謂嘅內部人士喺網上匿名爆出猛料，講謝霆鋒睇到王菲那組衰老相片後，整個人都傻咗，喺工作室裏面呆坐咗整整3個鐘頭，一根接一根咁抽煙，臉色陰沉到嚇人，最後猛地摔咗手邊嘅報稿，衝出工作室不知去向。呢個消息一出來，簡直像是往烈火裏面澆咗一大桶汽油，砰嘅一聲炸開咗花。網友們即刻腦補出一部80集嘅愛恨情仇大戲，謝霆鋒係唔係後悔咗？係唔係睇到昔日高冷嘅女神變成如今呢副模樣，心裏那股唔甘同遺憾瞬間淹沒咗佢？係唔係覺得自己當年為了個仙氣飄飄嘅幻想，放棄咗為佢生咗2個兒子，如今卻保養到宛如少女嘅張柏芝係個天大嘅錯誤？而且更有好事的媒體迅速翻出謝霆鋒前2天錄製節目時嘅隻言片語，佢當時被問到關於遺憾嘅話題時，眼神明顯飄忽咗一下，然後含糊咁講：人生總有些選擇，需要在好長嘅時間後才能真正看清得失。現在回頭睇呢句話，簡直就係赤裸裸嘅預告啊！所有線索都指向同一個爆炸性嘅結論：謝霆鋒後悔了。佢對王菲嘅現狀感到幻滅，對張柏芝嘅逆生長感到驚艷，內心正上演着一場天崩地裂嘅追悔大戲。但呢個僅僅係表面的風暴眼，真正核心嘅問題係呢場有幾張相片引爆嘅輿論海嘯，徹底撕開咗華語娛樂圈最殘酷也最真實嘅一面。對於女明星，特別係曾經站上神壇嘅天后級女明星，時間同公眾嘅容忍度究竟有幾多苛刻同雙標？王菲做錯咗乜嘢？佢唔過係像一個普通嘅54歲女性一樣，冇用厚厚嘅粉底同強效嘅醫美手段去對抗地心引力，冇活喺精修圖同路鏡構築嘅虛假幻象裏面。佢選擇咗自然老去，選擇咗喺鎂光燈外過一種鬆弛嘅唔那麼女明星嘅生活。佢去街市買菜，佢住住舒服鬆垮嘅衣服，佢臉上有皺紋，皮膚會鬆弛。呢個難道唔係每個人都必經嘅人生過程嗎？點樣到了佢身上就成了不可饒恕嘅罪過，就成了必須被拉出來公開處刑，與前程地進行殘酷對比嘅醜聞？呢個就係娛樂圈最詭嘅邏輯。你曾經被捧得有幾高，被冠以女神、天后、不朽傳奇嘅頭銜，咁你就被剝奪咗正常衰老嘅權利。你嘅臉必須永遠緊緻，你嘅身材必須永遠纖細，你必須永遠保持那種唔食人間煙火嘅仙氣，否則你就辜負咗所有人嘅期待，你就成了墮落、淪陷、崩壞嘅代名詞。呢個係一種何其可怕嘅綁架。而張柏芝恰恰係呢個扭曲規則下嘅優等生，佢嚴格執行像女明星嘅凍齡義務，用近乎自虐嘅運動、天價嘅保養品，可能仲有唔為人知嘅醫美技術，將自己嘅外貌定格喺咗少女時期。於是佢被捧成了人生贏家、時間嘅寵兒、自律嘅標。呢個整個事件嘅關鍵轉折點就在於公眾同媒體唔自覺咁，甚至係狂熱咁將呢2位女性置於同一個殘酷嘅競技場上，用一套單一嘅關於女性外貌嘅評分標準，對佢哋啲人生價值進行咗粗暴嘅審判。王菲嘅老態被無限放大，成為佢失敗嘅證明；張柏芝嘅年輕被極致頌揚，成為佢勝利嘅勳章。呢個背後隱藏嘅係整個社會對女性年齡嘅深度焦慮，以及將女性價值徹底物化、外在化嘅可怕慣性。呢場風暴更深層嘅影響，遠唔止於對當事人形象嘅摧毀或重塑，佢喺根本上動搖咗那套我哋習以為常嘅敘事腳本。多年來，王菲、謝霆鋒、張柏芝嘅三角故事被媒體同公眾編織成一個充滿傳奇色彩嘅神話。特立獨行嘅天后與叛逆不羈嘅才子，衝破世俗阻礙，喺各自經歷婚姻後上演驚世駭俗嘅世紀大復合。呢個係一曲關於真愛戰勝一次，靈魂伴侶終將重逢嘅浪漫史詩。而張柏芝喺呢套敘事裏面，常常被簡化為前任、孩子嘅母親，甚至係某種意義上嘅對照組，一個曾經擁有但最終因唔合適而被才子捨棄嘅漂亮女人。呢個故事滿足咗人們對驚世之戀嘅所有幻想。但如今王菲嘅老態相片像一塊毫不留情嘅橡皮擦，狠狠擦去咗呢個神話表層嘅浪漫金粉，露出了底下冰冷而現實嘅基底。乜嘢靈魂伴侶，乜嘢不朽愛戀，喺無情流逝嘅時間同不斷變化嘅皮囊面前，似乎都顯得咁蒼白同脆弱。
謝霆鋒被傳出嘅後悔反應，無論真假，都像一記重錘砸碎咗真愛無敵嘅幻夢。佢似乎喺告訴所有人：看啊，男人終究係視覺動物，再深刻嘅靈魂連接，也可能喺女方容顏唔喺時產生動搖。而那個被認為係輸家嘅前任，如果能將美貌牢牢攥喺手中，反而可能喺下半場實現驚人嘅逆轉。呢個敘事嘅顛覆，其殺傷力係核彈級嘅。佢讓無數曾經相信風飛戀係愛情童話嘅人感到信仰崩塌，也讓無數女性喺深夜暗自心驚。係唔係無論我哋擁有何等才華、個性與靈魂，最終嘅評判標準依然難逃嗰張臉同嗰副身材？係唔係女性之間的戰爭，到頭來永遠會詭異咁歸結到誰更年輕漂亮呢個原始而殘酷嘅賽道上？更恐怖嘅係，呢場事件正在演變成一場全民參與嘅對於女性選擇嘅大型道德審判庭。支持王菲自然老去嘅一派，與讚頌張柏芝自律凍齡嘅一派，喺網絡上吵得不可開交，彼此攻擊嘅言論充滿咗火藥味。自然派指責凍齡派膚淺，被父權審美洗腦，活喺虛假嘅幻象裏面；凍齡派則反擊自然派係酸葡萄心理，係為自己嘅懶惰同放任揾藉口，唔懂得尊重職業要求。女明星本來就係外貌行業。呢個早已唔係單純嘅粉絲辯論，佢已經上升為兩種截然不同嘅女性生存哲學，兩種價值觀嘅激烈碰撞。而呢場碰撞嘅惡果，係將兩位本應擁有自主選擇權嘅女性推上了風口浪尖，被迫成為兩種觀念嘅代言人和靶子。王菲嘅鬆弛被解讀為墮落或勇氣，張柏芝嘅緊緻被解讀為勝利或焦慮。佢哋真實嘅內心想法同人生狀態已經冇人在乎了，佢哋成了符號，成了話題。唯獨唔再係佢哋自己，而呢一切嘅始作俑者，那幾張被狗仔偷拍嘅相片，以及對面那組疑似精心策劃嘅宣傳照，其背後的動機就越發顯得撲朔迷離、暗流湧動。呢個真的只係一次偶然嘅撞車嗎？才係有人順水推舟，甚至最初就係一手策劃，目的就要徹底打碎王菲殘存嘅女神光環，同時將張柏芝送上人生贏家嘅寶座，從而達成某種商業上、形象上，甚至係情感上嘅複雜目的。如果真係後者，咁呢場輿論地震嘅威力恐怕才剛剛開始顯現。王菲那邊會點樣反擊？佢一貫嘅沉默係金，呢次係唔係仲會繼續？謝霆鋒嘅後悔傳聞會否被佢本人親自下場澄清或作實？而最大的懸念莫過於處於風暴最平靜地帶嘅張柏芝，佢睇住呢一切轟轟烈烈咁發生，睇住曾經嘅情敵被傳聞嘲笑像大媽，睇住曾經嘅摯愛被傳聞後悔不已，佢臉上那少女般完美嘅微笑背後，究竟藏住點樣嘅心思？係終於等到呢場遲來20年嘅勝利嘅快意，才係對呢種殘酷遊戲感到嘅一絲悲涼。呢出戲演到呢度，所有嘅主角、配角、看客都已經被緊緊綁喺咗同一輛失控嘅戰車上，朝住一個誰也無法預料嘅深淵公然駛去。